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照着咱的民俗，咱还搁咧过年，到初五才开始开工吼。今仔是初四尔吼，大年吃素，所以咱有缘还搁伫过年的期间。过年拢爱讲一寡好话吼，啊，毋过今年拄着蛇年吼，蛇要讲好话，敢若无啥好讲吼。你总袂当祝别人讲哦，我祝你虎头蛇尾哈。你嘛袂当甲人祝福讲吼，我祝你画蛇添足。要讲着蛇的好话吼，实在是并无济吼。最近较听到的常常是用这个蛇的谐音吼，比如讲，祝你什么都不怕哈，祝你什么都好哈，祝你什么都顺利安尼吼，做什么赚什么安尼。不过咱有缘会通对圣经来学习。到底咱会通对蛇学着什么物件？咱根据圣经我有做三副春节的对联，伫这个所在来甲咱同齐来分享，也通过这个来阐述圣经互咱的教导。第一对的对联是讲，咱着爱拒绝古蛇的引诱，迎接上帝的保佑啊。第二是讲，避开火蛇显灵智，勇猛当蛇得意志。第三是顺良。亲像鸡仔，顺良如歌尊圣言，灵巧像蛇过好年。讲到蛇，人一般的人心内拢摸摸啊。对大多数的人来讲，蛇是通惊吓，嘛是一个危险的动物。我读中学的时阵，有一回我有一个朋友伊老爸有一块田地这个种植了后，收成了后伫遐。这个爱湾区的所在去遐佚佗我就陪我的朋友去这田地行，忽然间多一只蛇伫我面头前，佮差一步尔吼。我惊一跳，我就紧选迄只蛇嘛看到我嘛惊一跳，可能我生了伤过歹吼，伊嘛惊一跳，伊嘛紧选去安尼吼。我读大学的时阵我住伫阮东海大学有一个工学院的院长的厝。有一日透早还袂困真醒时阵我就听到阮迄个院长的夫人大声发一声够大声我赶紧精神起来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原来伊拍开迄个衫櫥，然后要替伊的先生找一条背带，结果毋是摕着背带，是摸着一只蛇惊到要死去。东海大学过去真侪毒蛇伫阮的即个校园内底所以惊甲大声哀叫阮就紧请即个学校的警卫来将迄只蛇即个掠走我毋知影伫你的人生中间，是毋是嘛捌去蛇惊着美国有一个调查的即个机构，伊捌做一个民意的调查。伊讲咱一般人普遍心内介惊吓、介普通惊吓的即个物件是啥物货？结果第一名的就是蛇所以呢，注解内底安尼讲，伊讲这可能是人对生出来的时阵，就有一种心内的惊吓，拍算是人类的早期，捌常常去蛇惊着，所以伫后代内底，咱对着蛇的反应，敢若是心内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惊吓。咱看着蛇头前咧行安尼无声无说，突然间出现，然后伊即个喙拍开，伊的目睭咧甲你看。讲伊的牙伫即个所在即个展开的时阵，有的时阵佮吐即个毒汁，咱看起来就非常的惊吓。但是安怎人对着即只蛇，对着蛇有即个心内即个本能即种的惊吓？刚才创世纪第3章的故事会通互咱得到一个说明。咱在创世纪第3章14、到15节即个咧记载即个蛇引诱夏娃犯罪了后，上帝来救助迄只蛇伫迄个所在也对着人有一个刑罚。主上帝对只蛇安尼讲：，当你引诱人来犯罪，所以你要受到救助。你伫一切众生甲野地走兽中间，你特别会受到大救助。你要用腹肚行路，一世人食土粉。我也要互你甲妇人人结冤仇，你的后代甲伊的后代拢要结冤仇。伊要伤你的头壳，就是伤蛇的头壳。那蛇
要上人的骹后跟。照着创世纪的记载，蛇是上帝所创造的动物中间，介诡计，还是讲介狡猾哈？这个诡计的意思就是讲，真巧、真聪明，总是伊常常动机无好，会做歹代志。做代志非常的灵巧，总是伊无善良，伊会用伊的聪明来做歹代志。常时做歹代志时阵，非常的灵巧，伊会编造一听起来敢有道理的诡计来骗人、迷惑人，常时引诱人来做歹代志。但伫蛇因为即个诡计即种的本性，所以常常会通成做魔鬼所运用的一个器具。蛇的诡计就是要骗人离开上帝，互人会丧失甲上帝中间亲密的关系。也因为这个缘故，人会失去伊原本上帝要予伊的尊严甲着祝福。咱看伫创世纪第3章内面，咧讲爱丁农园这个故事的时阵，讲蛇伊安怎用诡计来骗夏娃。伊的第一步就是对上帝话先拍折，然后互人对着上帝的诫命产生一种犹疑。这个蛇对引诱夏娃安尼讲：上帝敢真正有讲？上帝敢真正禁止恁食园内任何一丛果子树的果子？蛇的诡计就是将上帝讲的话，甲伊无限扩大，互人开始对这个诫命产生一种厌恶，甚至于恐惧的心态。上帝敢若禁止人讲，园内各种的果子你拢通食，总是你毋通食迄丛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总是蛇将伊扩大，讲上帝敢真正禁止你食所有任何果子树的果子吗？蛇的引诱就是通过扭曲上帝的诫命来扭曲上帝的本性，将上帝描写敢若亲像一个暴君共款，引起人对上帝心内的不满，甲着反叛。咱的心内做个时阵有对上帝的犹疑，对上帝的不满，甚至对上帝的恐惧。这时阵，这是蛇对着咱的诡计。魔鬼撒旦通过这个蛇对着咱所产生的一个诡计。但对着这个蛇的诡计，夏娃并无一个手就中计。夏娃安尼回答讲：上帝有交代，伊无安尼讲，讲园中的果子我拢袂使食，是讲阮园中的果子拢会通食，总是只有园内迄丛树仔的果子袂通食。到这个时阵，夏娃无中计，总是夏娃下面的回答，马上你会通看出，伊开始混淆，伊开始产生一寡迷乱。伊安尼讲，上帝有禁止阮食迄丛树的果子，甚至禁止阮去摸伊。上帝无禁止你去摸伊，上帝无禁止你去看伊，上帝无禁止你去欣赏伊，上帝禁止你去食伊。总是咱会将伊扩大，讲连摸嘛袂使，甚至连看袂使。因为蛇的引诱，夏娃家己也将这个上帝的诫命，甲伊扩大，诫命变做非常的霸道，连看都袂使，连摸都袂使。蛇当这个时阵知夏娃已经陷到伊的诡计，所以就进一步讲：我看无拄吧，恁应该袂死。上帝知影，恁若食这个果子，恁的目睭就开，恁就通亲像上帝安尼分别好歹。引诱会通引诱人成功，常常伊有一个致命的吸引力。伊若无吸引力，你袂受到引诱，总是引诱常常有一个致命的吸引力。但这个蛇对着夏娃，予伊的这个吸引力是啥？你会通亲像上帝安尼，你会通亲像上帝安尼，有遐尼济的知识，有遐尼济的观念，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吸引，何等大的一个引诱。引诱就是要互人超过人应该有一个界线，追求更较济的观念，更较济的快乐，更较济的财物，总是袂记得家己的本分。人袂记得家己，伊是上帝所创造，总是伊这个时阵梦想要做家己的上帝，甚至伊梦想伊要做别人的上帝。这个时阵，伊对上帝这个创造伊的主，毋是心存感谢，也是顺服，伊是开始有不满，也开始敌对上帝。通讲创世纪爱丁农的故事咧，甲恁讲罪本质是虾米货？罪就是你服从伫引诱来背叛上帝，做上帝无爱你做的代志，
无爱去做上帝爱你做的代志。上帝蛇的规矩，就是引诱咱来摇疑上帝的话，无顺服伫的界面。咱干那要做家己的主人，无爱上帝做咱的主人。上帝的界面原本是要互人活，互人活伫正常好好的关系中间。界面规定人甲上帝中间有一条界线，你毋通超过这个界线。上帝若是创造者，伊是你生命的源头。上帝有管理下命令，咱是伊所创造的。咱的生命若原本是对上帝来，咱有这个义务，得爱顺从伫上帝的话。所以界面原本是咧规定人甲上帝中间袂通超过迄个界线。所以这个界面本身，伊常时显明，总是常时嘛限定人的自由。上帝创造人，互人有自由。总是这个自由，伫这个时阵，因为界面所显明出来，总是伫这个所在嘛得到一个限定。人的自由在伫伊的选择。一旦有界面，若无有界面，你毋知要选啥物货。总是当有这个界面显明的时阵，你就有自由会通选择我要顺服上帝，也是你有自由通选择你无爱顺服上帝，你要违逆上帝。界面激起人的自由意志，总是嘛咧考验人的自由意志是毋是顺探上帝，也是背逆上帝。蛇的诡计，拄拄伫即个所在，要骗人、欺骗人，人为着家己的自由来反抗上帝的界面。界面出伫上帝，所以界面本身是神圣。总是一旦有界面了后，保罗先生讲，罪就趁着即个机会，借着界面来引诱我，也借着界面来害死我。界面强调上帝安尼讲，总是蛇的诡计，常常甲你说、甲你咬，讲上帝敢真正安尼讲？蛇利用即款的机会，引诱人来犯罪。法国有一个出名的哲学家叫做普里克，伊有写一本册真出名，叫做《恶的象征》。伫这本册中间，伊对这个蛇的象征的意义有一个真精彩的论述。伊安尼讲，蛇亲像啥物货？伊讲蛇真够变形，伊敢若盘踞这个缠绕盘踞伫咱的内心甲外在世界的一个边缘。伊拄拄蛇象征着人内心的欲望会体验的一个外在化。这个亲像雅各书内面甲咱讲的，伊讲人受着引诱，是咱互家己的欲望所引诱来陷害。这个欲望若怀孕，就生出罪恶；但这个罪恶若成实，就产生死亡。人的欲望就亲像蛇共款，不断伫个所在咧出现，像是不断伫这个所在咧蜕变。咱知影蛇会脱壳，脱壳了，伊搁咧亲像一只新的蛇。咱的欲望嘛，常常是安尼，不断伫这个所在更新的变化，诡计多端。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深坑，咱总是贪恋搁较侪物件，有钱了，搁要搁较有钱；有知识了，要搁较侪知识；有能力了后，要搁较侪能力。咱期待咱拢拥有咱所需要一切。这种欲望常常会互人为着家己的自由，无爱顺服伫上帝的界面。但一旦人接受蛇的诡计引诱，伊的结果是啥物货？蛇甲夏娃讲：当你食即粒果子了后，你会亲像上帝共款，你的目睭会通开。无毋对，夏娃的目睭开了，伊开了后，伊看到啥物货？伊看到的是家己赤身肉体。当伊看到家己赤身肉体的时阵，伫个时阵，伊是见笑，所以紧用无花果树来做棍来掠家己的见笑。伫即个蛇的诡计的阴谋下面，夏娃食即个果子，目睭开，总是所看到的，毋是家己亲像上帝迄款的真实，迄款的充满万有，是家己的虚空。人原本是对土粉所做，原本人是对空气来。伊所看到的，毋是家己亲像上帝迄款的荣耀，反倒当伊看到的是家己的见笑。蛇的诡计就敢若亲像伊的毒牙共款，一旦你互蛇咬着，你就中毒来死。所以保罗先生讲，死的毒钩就是罪。蛇的可怕，就是伫伊用牙甲你咬着的时阵，敢若亲像一支毒钩挂伫你的生命顶悬。当你中毒的时阵，你就开始有生命危险。
有一种的蛇叫做霸木蛇。咱若伫台湾，咱拢知台湾有足侪原住民，其中有一个原住民叫做排湾族啊。我有真侪排湾族的朋友因排湾族用即个霸木蛇做因的图腾，所以若去因的部落时阵看到，拢是即个蛇的图腾。即个蛇叫做霸木蛇，是讲即种蛇真毒，你若去咬着的时阵，伫霸部内面你就会死。所以伫因中间有流行一个故事安尼讲，是讲有一日即个 A 先生甲 B 先生因两个到山顶去佚佗，行行，即个 B 先生都去霸木蛇咬着。即个 A 先生就甲伊讲：嗨呀，人讲互霸木蛇咬着吼，惊一霸部就会死。B 先生讲：你要安怎？要安怎？伊讲：咱即马紧落山来去，你一面行的时阵，就一面算迄个步。行到第99步时阵，等诶，袂使搁再行。你若行第100步，你会死。迄个 A 先生就走入去即个草堆内底吼，搁掠一只蛇出来，掠一只霸木蛇。迄个 B 先生讲：你搁掠蛇要创啥？伊讲掠蛇甲你咬，搁甲你咬规喙吼，你就当加行几百步。当然，咱知蛇你互蛇咬着时阵，你毋是用即个方法来治疗。当你互蛇咬着时阵，你就爱用即个蛇的即个血清咱讲蛇毒血清来解毒。可能你毋知影，伫台湾过去日本统治的时阵，伫即个台中的所在有一个饲毒蛇的即个区域所以台湾研究毒蛇不止有名，其中较有名的就是即个李定元先生，伊是即个全世界蛇毒的研究的专家。通过伊的研究开启了现代医学中间蛋白质化学甲即个病毒中间的关联，即个学问。原来蛇本身可能会咬人，总是蛇检测到着医疗嘛有伊的功效的存在。有一回我到伫泰国去旅游去参观一间毒蛇制药的制药厂，即个制药厂拢专门用毒蛇用毒蛇的各部位伫即个所在来制药。包括你风湿症、关节炎、精神衰弱、气管炎即个皮肤病、肝病等等，拢有毒蛇所制的药来医治。事实上，蛇甲医疗中间的关联足早就有。早伫希腊的时代蛇就甲医学关联做伙。伫古早的希腊有一个医神，人称作医神伊的名叫做 Asclepius 伊因为对医学贡献非常的大，所以互人尊重叫做医神有一回，当伊有一个朋友叫做海神Glaucus 叫即个破病，伫迄个所在想办法，讲我要哪医治的时阵，伫遐咧想到底要安怎医治即人的病时阵，拄伫即个草堆内底走一只蛇，看到即只蛇的时阵，惊一条，总是伊手举一支管，就将即个管将迄只蛇甲伊讲死，只蛇就。即个射伫伊即个管的顶面，然后无偌久了，搁另外一只蛇走出来。迄只蛇出来时阵，喙夹一支草，然后用迄支草甲伊挖迄只拍死的迄只蛇的喙边。结果无偌久，迄只死去的蛇竟然活起来。即个 Asclepius 看到即个现象，互伊得到一个启发：原来蛇真知影即个药草有治疗的功能，所以开始去做。足侪无共款的即个药草，然后将伊即个海神即个 Cletus 伫即个所在甲医治好势。对打以后，每一届即个Asclepius 伫即个所在伊出现的时阵，就举一支管然后即个管顶悬就即个咱讲一只蛇射伫顶悬即种的记号叫做单蛇杖、单蛇即个管，还是讲单蛇钟伊落尾就成做一个医学的一个标志，这是咧纪念即个医神伫西方的世界中间。今仔日咱联合国世界组织川普已经退出了不过伫即个联合国卫生组织依然有伊的贡献即个卫生组织伊要做一个记号时阵，咱来看，就是用即个单蛇管伫即个所在做伊的徽章。总是除了即种即个单蛇管以外，还佫有一种双蛇管，拍算有时阵你嘛会看到那即个双蛇管原本毋是甲医学有关联，原本是甲商业有关联
伊原本是咧纪念希腊的生活中间一个出名的人，叫做赫米斯伊真好做生意真好即个沟通速度非常的紧因为伊穿的鞋有即个锡的杯上时伊佫举一支管，即支管就是2只蛇交缠做伙即2只蛇顶悬佫有锡代表讲非常的流通的意思即个管2只蛇的管叫做商业账就讲商业的一个管。你若看即个英国即个中央银行的大门顶悬还佫有即个记号，所以甲原本显然伊毋是甲医学有关联，伊是甲商学有关联。总是落尾即个商座管，落尾伊原甲医学有关联，这是美国的军医所做出来美国的军医因有委托即个一个出版商来记载医学的一个文学即个出版商即个。对着希腊的故事无解清楚，所以就将即个双蛇杖甲即个单蛇杖改揽做伙。结果当年咧记载医学的历史，还是医学的文学的时阵，拢用即种相蛇的管来做一个记号。人家指出错误，就总是讲就将错就错所以因就将即个双蛇杖改变做是即个美国军团的即个医学即个一个记号。所以现主时咱看到有的时阵是单蛇杖。有的是双蛇杖，那照历史的考证，单蛇杖较是正确。不过，即马大家已经普遍，无论是单蛇也是双蛇，拢有甲着医学有关联。但事实上，蛇甲医疗中间的关联，圣经内面嘛有一个记载，帮助咱来思考。民数记第21章记载一个故事，就是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咧流浪的时阵，因为路足歹行，米非常的少。水也常常欠缺，所以愈行心内愈感觉烦躁心内心神不定就开始不断埋怨上帝，攻击摩西，讲的拢无好话，因袂记得上帝已经带领因过红海，然后经历这的救恩，要带因到伫即个迦南地，因不断伫个所在埋怨上帝，埋怨上帝，引起上帝愤怒。上帝为着因准备玛纳，因食了后，因无满意。上帝为着因对石盘出水，因啉了后，因也无满意。因搁要食鸟上帝搁对海中飞即个鹌鹑来，因食了后又原无满意。只要拄着一个困难，就开始埋怨上帝；只要拄着一个艰难的代志，只要拄着一个无满意的代志，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上帝。上帝厌恶迄个世代的人。但伫即个故事中间。记载安尼讲，上帝就派火蛇到伫百姓中间，这个蛇就咬这个百姓。以色列人一人因为互蛇咬，就来死。当因拄着这个灾厄时阵，因就紧去找摩西讲：阮有犯罪，因为阮讲话攻击上帝，佮攻击你。这个时阵，求你就怜悯阮，为阮来祈祷，恳求上帝将这个蛇赶出伫阮的中间。摩西为着百姓来祈祷。上帝对摩西讲：“你会通去做一只蛇，然后吊伫旗杆顶悬互蛇咬到的人，那仰望这只蛇，就是挂伫旗杆顶悬这只蛇，那安尼伊就通得到好。所以摩西就用铜来做一只蛇，然后仰望伊的人伫遐通得到救。那这个故事中间讲到火蛇拍算伫当初是旷野中间有真侪只毒蛇。”这个毒蛇，你互咬到时阵，这个毒液就到伫你的身体内底，就敢若亲像火烧咧共款，所以描写亲像火蛇共款。有人讲拍算迄个蛇的颜色非常的红，所以看起来敢亲像火。那上帝用一种互人想象袂到的方法，就是做一只甲蛇的形状共款的铜蛇，互人仰望伊，互人谦卑来仰望伊的时阵，伊会通得到医治。毋是即个铜还是即只铜蛇本身有啥物款的疗效？是这百姓因知因毋对，因有一个悔改心，因谦卑来仰望即只蛇的时阵，得到上帝医治。约翰福音书的作者对即个故事中间，伊看到一个咱讲一个预表，就是即个故事本身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拯救的一个预表。所以安尼讲，摩西伫旷野安怎？野蛇将蛇高举，人子也照样要来受举起，互大家信伊的人会通得到永远的活命。
但是即句的意思，咱若倒来到地面数据，咱就非常清楚伊咧讲啥物货。伊讲亲像伫旷野，互火蛇咬着的以色列百姓中毒，然后面临死亡。当因来仰望摩西所举起挂伫即个旗杆顶悬的铜蛇，得到医治共款。所有互罪恶所困扰，互罪恶所毒害，你活伫罪中间，互你的生命无仰望，然后你感受到你的生命中间济的危险，甚至强强要丧失生命的人，你若来仰望十字架，十字架顶有你定死的耶稣基督，你会通得到拯救。蛇的诡计会欺骗咱去犯罪，蛇的加会互咱中毒，会带来咱的死亡。所以上帝永远为着人备办一个救恩，一个介大的救恩，就是钉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当咱仰望伊，咱会通带来拯救甲医治。是仰望伊，毋是即个茶本身有啥物款的能力，是仰望伊。当你用信心来仰望伊的时阵，上帝要来医治你。上帝所创造的蛇，虽望非常的坚强，所以会成做魔鬼的一个化身。所以蛇有一个优点，就是伊非常的灵巧。耶稣也看到蛇即种的优点，所以伊甲咱讲，你着爱用蛇来学习。当耶稣找见伊学生出去传福音的时阵，对因讲：我找恁，就亲像羊进入到狼群，所以恁着爱灵巧，亲像蛇；恁着爱顺良，亲像井仔。耶稣家己本身就是一个例。当咧传上帝国福音的时阵，伊面对魔鬼的引诱，面对魔鬼的试探，也爱面对当初时，这犹太宗教的长老、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常常煽动百姓，用各种的问题来质问伊，用各种的挑战来挑战伊，甚至设陷阱要陷害伊，然后来对着伊。总是当耶稣面对遮尔济的挑战、遮尔济陷害的时阵，伊用灵巧的方式来面对、来赢过。所以当耶稣爱学生学习伊的款式来传福音的时阵，伊讲：我找恁是到伫豺狼中间，恁着爱亲像蛇遮尔灵巧。所谓灵巧，就是知影安怎因为时势的变化来做变化。你的方法会通做一寡必要的改变，毋通固执不化，然后未通然后硬要做。当你未通硬要做的时阵，常常你是失败。总是当你有灵巧的时阵，你就通做应对。耶稣咧要求门徒这个灵巧的时阵，伊也要求一项事，讲你毋通伫灵巧中间失去恁的本性，毋通伫灵巧中间失去恁对着上帝的敬虔。所以讲，恁着灵巧亲像蛇，总是着爱顺良亲像井仔。井仔意思就是和平、单纯、专一的心，用和平、专一的心来顺服伫上帝的旨意，来照上帝的意思来行。兄弟姊妹。今年过蛇年，咱会通对圣经遮尔济故事，甲着耶稣的教导，互咱得到伫过蛇年时阵，咱应该有一个智慧。保罗先生伫哥林多教会这个批信中间，对着当初时哥林多教会信徒安尼讲，伊讲：我惊一项事，亲像夏娃互蛇的诡计骗去，我嘛惊恁的心思也受到迷惑，煞来气杀基督的纯洁，甲着真信。显然，撒旦即只古蛇的欺骗、迷惑，甲着引诱，一直拢存在。对爱电路园到现主时，即只蛇并无完全消失，伊犹原不管是伫引诱咱，引诱咱离开上帝，引诱咱来即个犯罪。所以伫过蛇年的时阵，咱着斟酌着势力，咱着爱拒绝古蛇的引诱，来赢取上帝对着咱的保佑。即使咱若不幸，咱互即只蛇引诱来犯罪，咱活伫中毒即种的苦楚的时阵，咱就记即火蛇甲铜蛇的故事。上帝永远为着咱备办救恩，伫即个救恩中间，咱仰望伊，咱较无伊，咱就通得到拯救。上帝为着咱所有的人备办一个大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即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当伊受举起的时阵，所有仰望伊的人，拢会通得到拯救。也阁有，只要咱阁活伫即个世间，咱爱知影，不管是有可能拄着灾祸，不管是有可能拄着恶势力对着咱的挑战，
不管是咱会拄着灾难，不管是咱会拄着歹运，今年蛇年拄开始，咱看见足侪灾害已经咧发生，这拢毋是咱会通控制。咱看见加州的大火，偌尔侪厝被烧掉。咱看见伫咱去靠近的即个雷根的机场，无人机也烧拢，无法度去想象的代志。咱个看见火尘，一条医疗的无人机，也毋知虾米款的缘故，伫这个所在坠落。这有可能临时临到，毋是你会通想象的灾害伫你的四周围。所以，当咱抑阁活伫这个世间，咱来知影有诶时阵，邪恶的溃烂，不管是拢有可能会临到伫咱。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咱会记即耶稣对着咱所讲的，咱着灵巧亲像蛇，总是咱着爱顺从亲像精啊。所以伫今年度，咱阁来同齐通过这个圣经的教示中间，咱来学习圣经要互咱的一个智慧。咱用这三对的对联来互相勉励。咱拒绝鼓跎对着咱的引诱，当这个引诱临到的时阵，咱就爱甲这个引诱者讲：撒旦退我后壁去。当咱会通讲出这种勇敢的话的时阵，咱就会通赢取上帝对咱的保佑。当火蛇伫咱的四周围，危险伫咱四周围的时阵，咱就要闪开来得到灵性的智慧。咱来仰望这只东蛇，咱会通得到医治。最后，无论咱做啥物款代志，毋通死骨不化。然后毋才通变通，耶稣教示咱，恁着爱灵巧亲像蛇，然后恁着爱驯良亲像鸽子。所以最后用这句话，咱同齐来勉励：我们驯良如鸽，听圣言；灵巧像蛇，过好年。才能当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恳求你赦免阮，因为阮非常容易受撒旦这只古蛇的引诱。来违背你，明明知这是你的诫命，总是无顺服；明明知这是你对着阮的交代，总是阮无要去行。阮干那要做阮认为是对，总是其实是错误的代志，直到阮离你远远。总是阮感谢你，因为当阮互罪恶所缠身，有时阵甚至互蛇所加中毒破病的时阵，你犹原为着阮备办救恩。只要阮夜目来仰望被挂伫十字架顶，为着拯救阮的性命来死的耶稣基督，阮就通对这个得到医治，得到拯救。求你帮助阮，常常举阮的目睭来仰望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通互阮明白你听的救赎的真理。爸，阮的上帝，阮活伫这个世间，亲像阮主所讲的，亲像羊伫豺狼中间，有一危险，有一陷阱，有一豺狼。有一混者会使，求你来帮助阮，会通亲像阮的主共款，互阮的讲话，互阮的做代志，会通灵巧亲像蛇，知影通变通，知影通逃闪这危险，叫阮的心永远顺从亲像精仔，保持纯洁、和平、真实来听你。主啊，求你帮助阮，今年蛇年，阮毋知拄着虾米款无好的代志，总是阮有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伫阮的生命，做阮的愿望，做阮的仰望，做阮的拯救，也做阮的快乐。阮为着这个，要献上大大的感谢伫你的面前，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You
我